最后一种题型是你要对别人陈述理由。回答的句型，那是讲怎么样？爱不会做不改？因为不改原因，好，因为什么原因？好，我们来练习回答这一题哦。很大咱先生的背，现场无营养错。事后，迄爱加做唔对，也是声音甲先生分析哩，请讲出很的sen切和理由。好，这里需要有选择跟说明，因为这一题比较复杂，是因为它有承认跟不承认两种答案。通常你要选择承认也可以，你要选择不承认也可以哦。那我们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：那是讲爱打咱先生的背，爱袂先甲先生分析理，也袂迷信的背来配，因为爱做一个甘心人的人。还有这一题，朋友做生日，讲到请很食饭，很上头送几要改礼物呢？做不改，上头送你改礼物呢？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那是讲朋友阿玲做生日，该袂送几假期人，因为几代假期人真有闲。套用句型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有另外的答案来回答哦。那是讲朋友阿香做生日，爱袂送几荣誉布红啊，因为佢真爱收集夹到等人写的物件。另外，答案有很多种，我们再来想想看，还有怎么样的回答适合来回答这一题呢？那是讲朋友阿玲做生日，爱袂送几模型茶，因为几台茶真有型。另外一个，那是讲朋友阿辉做生日，爱袂送几面通虾，因为几切切袂开面通，袂用做日送虾。无论考生是男女，都可以喜欢机器人、洋娃娃、车子、运动鞋，都可以套用以上的例句哦。